3年前，我为了还债，到酒吧做了一名调酒师。有位神秘的客人连续送了我3年的礼物，每次都价格不菲，而这次更不例外。欢欢，昨天晚上 A06S VIP 的客人又给你送礼物了，你猜这次是什么？这次竟然是支票！支票哎，而且不限额，随便填哦。宝贝，我抓到你了。哎，那你这次是收下这张支票呢，还是跟以前一样退回去？凭借我自己，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完债款，但如果用了这张支票，或许就可以一劳永逸。我要用吗？要我说，你还不如心狠一点，直接趁这次机会彻底摆脱家里的债务，这多好呀！支票哎，说得轻巧。我要是这次收下这张支票，那下次递过来的肯定是张房卡。说的也是啊。不管怎样，替我谢谢他吧。我先下班了。行，拜拜，拜拜。宝贝，我抓到你了。喂，吴焕，今天9点华荣公馆和刘总相亲，这都9点了，你人呢？着什么急啊？现在才8点30分。赶紧滚过来！送上门的金龟婿给你钓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知道。杨母。文小姐，听你养母说你是名调酒师，肯定很能喝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刘总，我不会喝酒。不会喝没关系，一会儿上楼我教你。刘总，请您自重，别动手动脚。妈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站稳。对不起，娄先生，是我眼瞎，冒犯了你，都是这个女人害的。他就是掌握着全球商圈命脉的鼎奢豪门娄氏集团的掌权人娄敬业，看奸斩优，极品公狗药。可惜腿似乎不方便。娄先生，娄先生，娄先生！ Savage. 多谢娄先生。怎么湿了？怎么湿了？什么湿了？这……不好意思啊，酒洒了，没来得及处理。非常感谢娄先生的帮忙。光是谢谢，可能还不够。那娄先生想要什么？文小姐，我救了你，现在你归我。我不卖身。如果我执意要呢？果然，世上所有的男人都一样，只图色。那就做。
那就做啊！既然娄先生都开口了，我怎么好拒绝呢？文小姐误会了，我是想让你给我打造一对婚景，由你当设计师。他居然知道我原来是设计师，不过也是，11岁天才设计少女，竟是剽窃他人创意。网上关于我的负面八卦也不少。怎么，11岁便横空出世的天才设计师少女文小姐，没信心了？外界都说我是剽窃了我养父母儿子的作品。我只看作品。本以为这个男人和其他人一样，又是想要我的身体，却没想到他还能看到我的能力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风花，你怎么回事？相个亲竟然害得刘总被人打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？搞不定刘总，我可就去找你这个废物奶奶了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去打扰我奶奶的生活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会尽快弄到。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1个星期的时间，我去哪里弄那么多钱？难道我真的要走到这个地步，用一个陌生人给的支票？你很缺钱？是。不知文小姐，娄先生，很高兴你愿意为我的设计买单，但是仅此而已。我看起来很饥渴。是我对娄先生饥渴，是我对娄先生饥渴。会满足你的。我还有些事要先回去了，祝您玩得开心。下次见，文欢。欢欢，你看，这是 A06客人今天晚上送你的礼物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是张房卡。只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走到这一步。难道我真的要为了钱和一个陌生男人发生关系吗？哦，对了，神秘客人离开之前还说了，晚上下雨了，你下班之后不好打车，让你在楼上会所留宿一晚。他走了？走了呀。没想到是我多心了。不用了，替我谢谢他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我已经收了他的支票，即便今晚没有发生什么，恐怕在不久之后，我的尊严也将荡然无存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Turn me through the fire. We'll make it through. 娄先生，上车。擦擦。谢谢。除了谢谢，就没有什么其他想跟我说的吗？
有。如果不想联姻，或者利用那个神秘客人的支票，能够和娄经燕达成合作，似乎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娄先生，关于我个人在京城的舆论，和我合作可能会给您带来一定的影响，而且比起重绘设计行业，我现在更需要一笔巨额的投资，所以除了帮您设计婚戒以外，我还可以从您这里得到其他的帮助。示弱、乞求、怜悯，你知道这样对一个男人开口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。你可以利用我的作品、舆论价值，甚至是身体，都可以。既然文小姐选择走情界，那么讨好我的方式有很多，比如跪着给我，跪着给我，这就不敢了。当你出卖自己尊严的时候，就没有人替你守着的，明白了吗？娄先生，我本就是穷途末路之人，别无选择。文小姐，但你不是吃这个饭的人。想让我帮你可以，除了帮我完成婚戒设计以外，为我旗下的珠宝品牌担任珠宝设计师，并且在3个月之内提升5%的市场份额。JR 是鼎社中的蓝血品牌，3个月内想要大幅度的提升市场份额，光靠设计是不够的。如果不行，那时候再到我面前脱衣服也不迟。别的男人只想让我用身体换钱，只有他愿意给我尊重，让我凭本事挣钱。虽然不知道我如果失败又会面临什么，但眼下他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只要你愿意帮我，这3个月内，我不会让娄先生失望的。那就拭目以待了。开车，送文小姐回去。那个，我到。多谢娄先生送我回来。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。娄先生，你叫。娄晴夜， 시원한 바람처럼 너 불어와 상큼한 봄비처럼 너 내려와 조금씩 변해가는 나 这里不适合你住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是隔音差一点。就算我今天不接受到这里，早晚有一天
还是会回来的。你先住我家。啊？这……哦，好。这是你房间，收拾好了。洗漱完早点休息。我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什么需要可以过来找我。谢谢啊。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，会尽快搬出去的。这一刻，我好像才觉得跟娄敬燕那么清高的人生存在同一个世界。坐。在我面前这么生疏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好像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你在我面前很有压力。没有。是吗？坐下来陪我喝一杯。多谢娄先生的关照，我敬您一杯。又是娄先生，又是您的，真让人感觉到生疏。从来没有想过和我变得熟。我们只是合作伙伴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合作伙伴的义务也包括大晚上真空着裙子陪我喝酒。啊！对不起啊，那个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有些困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烈酒、冰块，真是绝配呀！习惯性洗完澡真空睡觉，刚才在天台看星星的时候，完全忘记了没有穿内衣这回事。娄敬燕她不会以为我是在故意勾引她，是个既要又要的女人吧？不过，目前看来，娄敬燕对我的定力，就算是我脱光了，她应该也不会有反应。睡觉。喂，我奶奶怎么了？我这就过去。怎么了？我奶奶那边出了点意外状况，我现在要过去。这里不好打车，我送你。啊？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必须得给我赔这个大爷！走，要不死的！这衣服你赔也得赔，赔也得赔！给我！住手！别碰我奶奶！别碰我奶奶！怎么，他把衣服补坏了还不让人说了？老东西，这可是绝版大衣，你给我补坏了，你必须得给我赔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别在这里给我撒泼！老公，他推我，你恶不恶心？故意拿着绝版大衣给奶奶修补，好来找事是吧？欢欢，奶奶，没事儿，他是我那养父母的亲生儿子，故意来找茬。文欢，你不会被那些人玩了吧？
玩你妈！你个贱人敢这么打老子！文欢，我告诉你，这件大衣是绝版的，连本带利58万。让我想想看，如果你还不上这58万，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可怜虫！你他妈说谁是可怜虫？啊！我听说你最近和娄经燕走得很近，该不会以为你见过他一面，他就庇护你吧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告诉他，你闭嘴！我就不闭嘴。那你能拿我怎么办？哦，你还能杀了我呀？滚！给我滚！开车，撞！救命！救命！谢谢。难道你不怕我？不怕。我做梦都希望这个玩弄我生命轨迹的人可以去死，又怎么会害怕娄经燕呢？废物！宽宽，今天晚上 A06那个神秘的客人他又来了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他要是发现我用那张支票兑换了58万，反而毁了追究起来怎么办？文欢，你给我的这张支票根本就提不出来钱。原来是我被耍了。果然啊，这世界上没有拉我出深渊的神，只有将我拎起来又狠狠摔回去的魔鬼。文欢，你今天如果不把这58万还给我啊，老子现在就送你奶奶去坐牢。现在没有。没有。出来，撒开，出来，出来！不想还钱呀？也行。你长得这么白嫩啊，这样，今天我请大家饱饱眼福啊！你欠我58万，脱一件，我给你10万，到底要脱多少件，自己看着办。脱呀！脱呀！是不是我脱了，你就可以放过我奶奶？当然。好，我脱。等什么呢？脱呀！脱呀！脱呀！对，快点脱呀！快脱！大家都等着看呢。快脱呀！快脱，别磨叽了，磨叽啥呀？
就是呀，脱呀！真是的，快点脱！20万不想要了。快脱！我老婆的都身材真不错啊！脱！ I'll be always there. Tell me you know I'm there somewhere. 全世界在你的身后，陪着你走。